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3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申命记第9章15节到24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感动。保罗为着家己的使徒身份辩驳的时阵，伊提到着家己拄着主的经过，但是咱知保罗是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了后才出现的人物。伊可能亲目睭看过这个使徒司提反的顺道，但是实际上并无拄着主。保罗所咧讲的是，亲像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的记载，伊是去互基督的圣神所光照，是拄着圣神，受圣神的改变，领受圣神的感动，所以伊的生命就全然的改变。出来及记的以色列人虽然军队摩西出来及，但是却无领受真实圣神的感动，因为安尼，因的生命就无有改变。申命记第9章15节到24节，摩西提到着因得罪上帝的情形。我双手提2块玉棒，活转身落山，山有火在烧，我一直看到恁已经得罪上帝。恁的上帝为了家己做一只牛仔，真紧偏离上主所命令恁的道路，我就将迄2块石棒ฮ็落去，伫恁的目睭前车甲碎碎，因为恁所犯一切的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受气。我搁一遍拍伫上主的面前40年日，无食无啉，迄时上主大大受气，甲恁消灭，我就非常惊吓。毋过上主搁一遍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嘛对阿伦非常的受气，甚至要互伊死。像迄时我就为着阿伦祈祷，我替恁犯罪的物，就是恁做的牛仔上用火烧，甲伊讲碎，扔甲亲像土粉哈尼油，搁甲这下压伫山顶流落的溪呢。恁伫地伫塔比拉、马萨、基普罗、哈塔瓦，搁激上帝受气。上帝命令恁离开加底斯巴尼亚，讲恁去占领我赏赐恁的地。迄是恁违背上帝，恁的上帝的命令，毋相信伊，毋听伊的命令。我对我捌恁的日期开始，恁就常常违逆上帝。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，讲到这个启示，伊受到圣神的感动，就讲到关于这个神主的譬喻，但是有真侪人并无明白，所以耶稣基督就甲这个门徒军队者来讲，就爱领受到上帝的启示。因为早前的人，因想要看，看袂得；想要听，也听袂得。只有受到圣神充满的人，会通明白，会通看见。圣经安尼讲，迄时耶稣互圣神感动，满心欢喜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的事有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将这一切拢交托我，
爸以外无人捌囝是甚物人。囝甲囝爱买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是甚物人。耶稣活转身私底下对门徒讲：有目睭通看恁所看见的，迄个人真有福气。我甲恁讲，以前有真侪先知甲君王爱要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喘。伊坐伫天西基路伯，倒座前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做大，伊受万民尊重。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为的名。伊是至圣，有大权能的王啊！你以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，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。伫伊骹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阿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中间有撒母耳。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。伊伫坟中要对因讲话，伊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。虽然你有照因所做的甲因报应，犹故你是赦免因的上帝，着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伫伊的圣山跪拜，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恳求上帝帮赞阮领受新的祝福，互阮领受圣神的感动，有圣神的眼光通看见，有属灵的耳孔通看见。听见，会通明白上帝的启示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